烏克蘭人民嚟講，今日嘅反政府運動一啲都唔陌生，因為喺10年前，佢哋亦都曾經革命過。嗰一次叫做橙色革命。當年走上街頭發動示威，烏克蘭人一心諗住想將新當選嘅總統亞努科維奇拉下台。佢哋指責亞努科維奇串通官員做票舞弊，而原本落敗嘅反對派候選人尤先科亦都乘機發難，呼籲民眾走到街頭抗議。咁多人支持尤先科，原因好簡單，人民特別唔接受以前政府嘅行為。Yakimenko 係烏克蘭經濟及政治研究中心嘅課程主任，當年亦都有參與過橙色革命。不過佢強調自己並唔係尤先科嘅支持者，只係覺得當年政府嘅表現實在太過令人失望，所以佢先至走上街頭。喺經濟方面，前政府首先考慮嘅係佢哋自己圈子裏嘅利益，佢哋侵犯老百姓嘅人權，國家有腐敗。好多人認為，如果而家嘅政府離開嘅話，我哋好多問題都會解決㗎。所以當時尤先科得到咁多人嘅支持。10年前，老百姓希望尤先科推倒亞努科維奇之後，可以為烏克蘭開創新局面。但10年過後，一切盡成泡影。2010年民選出嚟嘅總統亞努科維奇，仲未完成任期，又再被抗議力量推倒。社會秩序、經貿協議，一切又要重新建立。烏克蘭，歐洲第2大嘅國家，面積僅次於俄羅斯。烏克蘭本身就係聯合國創始國之一，人口大約有4500萬。1991年蘇聯解體後，烏克蘭結束咗接近340年同俄羅斯結盟嘅歷史，成為咗一個獨立國家。1996年，烏克蘭通過新憲法，確定主權獨立，實行民主政制。烏克蘭呢就係一個自由主義嘅國家嚟㗎，最大權利咪就係總統同埋議院嗰度攞住咯。總統全部都係通過由人民嘅投票嚟選出㗎，5年就選一次，係要按照憲法一個人只係可以做2任㗎咋。嗰陣時嘅總統庫奇馬，當年被批評貪污無能。烏克蘭人等到佢任期屆滿，終於可以喺2004年選出一個有機會改善國家問題嘅總統。因為人民已經對當時政府完全失望，特別係當時嘅總統庫奇馬，所以人民想換咗呢個政府。根據國際非政府組織公布2004年嘅貪污感知指數，以0為最腐化，10為最廉潔。烏克蘭嘅指數係2.2，喺146個國家地區中排名第122位。比較之下，香港當年嘅指數係8，名列第16位。老百姓希望新嘅政府會好公開咁面對佢哋，會幫助普通人。前總理尤先科以在野反對聯盟領導人嘅名義參選，而佢最大嘅競選對手就係庫奇馬親自提拔，由州長升為時任總理嘅亞努科維奇。首輪總統選舉，由於冇候選人得到法定過半數嘅得票，所以得票最多嘅2名候選人尤先科同亞努科維奇要進行第2輪嘅選舉。第2輪選舉嘅點票數字每日都不斷更新，官方數據顯示亞努科維奇得票領先幾個百分點，但一啲歐美組織嘅票站調查就反映尤先科反而領先大約11個百分點。尤先科利用呢一個落差去說明選舉造假，佢推動連場抗議，兼且佔領街頭。不過最終嘅官方點票數字，亞努科維奇
仍然以3個百分點贏得選舉。有唔少烏克蘭以及國外嘅觀察員都指稱選舉涉及舞弊。由於造票舞弊嘅指責被廣泛報導，導致咗抗議示威不斷擴大，高速升溫。反對派候選人尤先科一直以橙色絲帶作為反抗運動嘅標誌。上百萬嘅抗議示威人士聚集喺基輔市中心嘅獨立廣場同荷納沙基大街，示威者建立一個24小時無休嘅抗爭帳篷城，同時更喺烏克蘭全國，特別係西部城市，策動一系列嘅抗議、靜坐、大罷工。抗議運動越演越烈，烏克蘭最高法院喺群眾壓力之下，最終喺2004年12月3日裁定第2輪選舉無效，仲決定喺同年12月26日重選。阿魯科維奇嘅顧問指出，當年阿魯科維奇獲選唔被承認，背後其實係有財團用錢嚟到煽動民憤。橙色革命嗰啲資金咧，都係喺外國嗰度嚟㗎啦。我覺得簡直就係西方嗰啲經濟工具啊！尤其是係嗰個住喺英國倫敦嗰個俄羅斯商人啊，別列佐夫斯基，佢投資咗唔少錢㗎。不過佢嗰啲錢都俾人偷晒啦，佢就慘咯。喺死之前都唔知係邊一個偷佢啲錢，其實咪就係嗰啲橙色團隊將啲錢偷晒咯。第2輪重選，尤先科終於以52%嘅得票獲勝，阿魯科維奇就有44%嘅得票。更重要嘅係呢一個重選結果獲得咗烏克蘭國內以及海外嘅觀察員確認。不過有人就好唔忿氣，點解自己國家嘅事要由外國人確認先至算數呢？我講嘅道理就好似1+1咁，好簡單啦。自己裡面有啲咩問題啊，梗係自己人自己解決啦，唔可以牽涉到外來其他啲咩因素㗎嘛。如果國家有問題，老百姓就應該自己解決咗佢，唔可以牽涉到其他國家啦。2005年1月23日，尤先科就任烏克蘭總統，成為烏克蘭橙色革命嘅最終勝利者。對於當年橙色革命被指受到海外勢力影響，奧德薩州議員 George 認為，如果唔係政府無能，單單以金錢利誘，亦都動員唔到咁多民眾走上街頭。阿魯科維奇團隊成日都話橙色革命係用錢或者由特工安排㗎。呢個問題呢，我都好難講。特工嘅呢啲事呢，我就唔係咁清楚啦。但係喺奧德薩，我自己就冇見過為咗錢去參與橙色革命㗎。George 認為人民決定唔要阿魯科維奇，主要係支持尤先科嘅人想向全世界宣示，佢哋要完全洗脫前蘇聯嘅舊思維、舊習慣。我哋唔能夠忘記烏克蘭民眾喺極權主義下邊咧生活咗成70年，佢哋已經有咗一啲好固定嘅習慣。所以如果老百姓已經習慣咗由政府決定國家嘅命運，如果老百姓冇為佢哋嘅想法努力，又冇盡力咁發表意見，國家當然唔會有啲咩改變啦。喺自由主義嘅國家，人民唔怕將決定國家命運嘅責任放喺自己身上㗎。贏得總統寶座嘅尤先科，即時起用橙色團隊嘅另一核心人物季莫申科。市民一心寄望呢隊以求改革、打貪腐、改善經濟等作為號召嘅橙色團隊，可以解決呢啲國家問題，但係事與願違。尤先科勝利之後，季莫申科做咗總理，但係以後佢哋兩個人之間就出現咗好多衝突，背後係因為經濟利益，然後呢個衝突就變成咗一個好大嘅對戰。尤先科逼季莫申科辭職，後來阿魯科維奇做咗總理。季莫申科係2004年橙色革命嘅民主鬥士，不過佢亦都係全烏克蘭最富裕、經營手法極受爭議嘅企業家。佢哋點解會咁樣發生呢？因為經濟同政治有直接嘅關係。
烏克蘭最有錢嘅人當然想控制烏克蘭嘅政治，為咗得到自己嘅利益。原本同坐一條船，一齊喺街頭抗爭過，不過兩個民主鬥士最後反目成仇。佢哋都堅稱自己堅守政治抱負，因而不容異己。佢哋都話要固守權力，不容對方無理取鬧。不過呢一切喺支持橙色革命嘅熱血市民眼中，都只不過係爭權奪利嘅藉口。下一節我哋翻嚟睇下，當初尤先科同季莫申科係點樣相宜優質整。尤先科成為國家元首之後，點樣利用自己嘅權力鞏固自己嘅地位，而不惜犧牲咗佢嘅拍檔季莫申科。上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各加盟共和國即時失去倚傍。為咗調整經濟產業，以支撐自身經濟，烏克蘭清除咗龐大嘅官僚架構，縮減國家行政開支，同埋對國營企業嘅補貼。大部分國營企業被迫私有化，就算係擁有優厚經濟潛力嘅國企，亦都被賤價變賣。季莫申科正正就係藉住呢個私有化嘅時期，成為烏克蘭寡頭權貴之一。季莫申科喺1995至97年嘅期間，被指轉售非法開採得嚟嘅天然氣，以及逃避繳付交易。